电雅集团前董事长沈如雄在生的时阵，伊的着组甲人串通好，以海外机票还有移民投资的理由，甲骗超过50亿。检调发现讲，一个姓罗的主嫌，毋那个用这骗来的钱去买精品车，甚至搁伫咧海外买厝。包括着组和主谋等3人已经互裁定羁押禁见。出来底拢是车坏物件，有并为精品的皮包啊，也还有真侪台进口的车，全拢互扣起来，因为这个物件全部拢是用刚骗来钱买。我们校友有很多非常有成就、非常杰出的校友。互骗嘅就是伊电雅集团的前董事长沈如雄，在事前拢无发觉，一直到过身了后，才出来底人发现讲互骗去，骗走超过50亿，所以讲报案提告，检方也伫进前发动搜查。外面两件4路的查某人，互北检约谈，8月早起案6月的伊，伫得到假释了后，对2019年起涉嫌交结沈如雄4店的特租，骗沈如雄讲用事先摕到真侪真俗的机票，上紧只需要3个月就会使来卖出去，用赚7成的这利润。甚至听到沈如雄讲要替后生查某囝办海外护照时，搁趁这个骗伊讲有特殊关系，用摕到英国、澳洲这国家特殊移民投资，搁甲赚一摊。罗女呢，在榨取金额之后呢，挤进奢华之能室，剧情呢宛如台版的《寄生上流》。做苗之一4路的查某人真讨债，一直买精品，就连化妆台拢开真侪钱去订做，也互检方认定提钱互亲戚朋友开过去餐厅，更加开真侪钱伫国外买厝。台湾的国际地位有一点点的模糊，比较友好关系的，可能美国或是日本有签一些双边协定，可能才可以透过公权力的方式，可以有办法扣到那些被告海外的不法所得。这摆扣起来物件虽然价值有上亿，却是不法所得的1点仔钱利益。被告伫国外所买的厝，是毋是法度成功解套回来？有律师分析，台湾甲当地国家必须的互动关系，这是关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